来到二林国小教室内底，为高老师正伫咧教学生正确的洗手方式，嘛来到洗手台仔前抹着纱文是一个练习，因为当病毒疫情了悬，就借当靠勤洗手做预防。在家一进门一定是叫他先去洗手。对啊，就常洗手。我们会做全校性还有个别性每个班级之间的一个肠病毒的宣导。那最主要就是宣导他们如何来落实洗手的5个步骤，包含湿、搓、冲、捧、擦。来到病院的小儿科，看诊的人非常多。根据疾管署资料显示，顶礼拜台南有367人因为肠病毒挂急诊，甲前礼拜增加18.39%。全国肠病毒急诊嘛有5732人。是这10天以来同期上悬。其实肠病毒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，大部分是症状治疗。那当然，它的传染主要是以粪口传染跟接触传染为主，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其实是多洗手。另外，台南市卫生局强调，目前台南市也未出现重症个案，也不过小朋友若是有出现相关症头，就要马上看医生。他如果有持续的发烧、呕吐，甚至出现这个嗜睡、精神状况不好、有抽搐的情况，也就是抽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提醒家长及时的带我们的孩子来就医。卫生局嘛提醒，除了留意个人及婴儿的卫生之外，环境清消嘛要注意。建议使用漂白水消毒，甲肠病毒伤害降到上低。台南市民出发报道。